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吧太家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强下的老后生人大追股，大家都知台湾是果子王国，尤其是热天的时节，都便利商店就买得到当期的西瓜、黄梨、韩国开出嘅酸的时间，就吃到后兰水八点。今日有请到6个后生人，老大家强下来讨论台湾果子下年嘅蔬菜了，众人来分享。主持人老下小鸡都是质疑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家水果都懂好吃的水果小公主阿子怡。两个多的部分就先不要哈。什么是多的部分？全部好，谢谢。好，听一下老下小鸡头李嘎。大家好，我是吃到香蕉就会抹布给你嘎嘎嘎。前三招老下小鸡头是肥青。大家好，我是肥青啊，我最好是白日，白日是我减重嘅世界嘅好朋友。第四招老下小鸡头是白鉗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嘅蛇王子，我是榴莲蛇王子，中白鉗。你好燃掉。我按眼就批到诶，听着老下小鸡头是阿死眼。大家好，我是接送去果子店买果子去拜爷嘅强人阿叶妹。对面老下小鸡头是阿小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买水果挑的保庇三家真高头，将近吊算盘的王小凤。大家讲台湾这果子王国，你看一年收到国外咩青岛，你下先抢，大家先写一下7家最好的果子前3名，做对冇？做对。先来问阿子怡最好食嘅前3名嘅果子係乜嘅？我最好的前3名，前讲係第1名就係水蜜桃，你有買水蜜桃係第1名，因為你上來做水蜜桃公主就錯嘅，因為佢上到當場食物，師傅頭，因為我看過水蜜桃就係中獎啊，韓國咧我最中意嘅色就係水鳳色，嗰時候就拄好記起我當中意嘅用上。再講係因為水蜜桃食起來就係軟軟嘅、甜甜嘅，當有水，韓國啊食水蜜桃啊，做得皮膚變較好。嗰時候我當中意水蜜桃，第二就係吃誒。第二當好些。是，因為人家我吃誒唔單單人看軟軟嘅。當好吃，硬嘅咩當好吃，糟嘅咩當好吃。吃餅。冇唔錯。跟吃嘅呢，其實我感覺佢嘅口感係當特別嘅，就是唔對按樣慢去形容，不過我真係真好吃。第3樣就係那個榴蓮。哇！你有看到就你2沙，還有這個一點點。該田老兩田是那個榴蓮討厭陣線聯盟，你有看到嗎？不行。我再給你們一次機會，第3樣就係榴蓮。你怎麼好按照粗胖胖嘅果子咧？冇，因為榴蓮其實真係係動向嘅，唔係粗粗嘅，我就唔掉嘅屁股係用板田啲，我可以看醫生看先生咧。佢明明是打皮嘅梅。冇，我聽你講，榴蓮真係非常嘅厲害，因為個榴蓮你買咗係軟軟嘅，不過你將佢變起來，變到嘅冷凍庫底杯度，拿出來嘅時節，哇，有到會退冰嘅時，食起來就當成乜嘅雪糕。你每隻冰箱喺冷凍庫嘅東西全部變嘅。唔係，反而畫龍點睛，錦上添花。就種嘅榴蓮入菜都當好食。最好嘛，唔過講到安尼菜創嘅榴蓮愛好陣線聯盟吼，唔單止嘅，後輩介紹咪係吼，來講一下本我講一下吼，先看一下我嘅排名啦吼，俺看唔出來到底排名啦。第一隻係嘛嘅，介下吼，嘅榴蓮係第3名嘛吼，我嘅榴蓮係大頭名哦。難怪你上到安裝榴蓮，見唔見？我俾講，俺聽到好，俺嘅上府嘅才是凍蟲榴蓮嘅皮啊。等一下，我有這麼可口嗎？難怪你這麼像榴蓮，因為真的太不可口了。同你講。然後榴蓮係最好食咯，第二名湯款就係愛話係嘛嘅東西。我知道了，那個葡萄。哎，你腦中詞彙太少了。就是一定要跟我配個叫紫。佛狗，嘿，世家啦。那第3名嘞，看到嘛個？我有畫一個小提示哦。
的滴咧，甘咩？创感肚脐滴，肚脐感了啦，肚脐感，嘿，肚脐感啊，讲一下咧榴莲好咧，因为哦，俺老局真紧系榴莲好朋友啊。上白后榴让个师姐我们认亲哦，哎呦，俺发现到，哎呦，你们系榴莲的家族。冇错，结果咧，我我们们就榴莲摸榴莲狗是超嘿，哎，你是超好讲吼，哦，团购那个 CP 值非常高嘅，非常好食嘅榴莲哦，结果俺蒙睇咧，俺记得下订单嘞，然后现在他就不理我了。因为当时安尼讲好，我就夹夹传给王子本记讲，夹，呀哈，安尼买给8盒吧，就做得送6盒，我说安尼1、3年做得5盒呗，做得4都懂我加去煮饭这样友好，结果鸡毛去煮饭。好，毛木头该订单哦，是就该应该走在算哦，那个过掉了优惠就没了哦。冇错，倒数计时。我就老人讲，我交朋友要看人的好坏哦，搞到坏朋友就像阿伯强。你全冇想过，可能系适合我自己偷吞掉了。也难怪你真的是很坏哎。好了，摸来便宜。哎，你今天好那个榴莲好朋友先放过他们好，该你家，你去甲最好嘅前3种购置系嘛该。所以俺们记到个榴莲好朋友，我们讲俺吃到记到都冇乜嘅食材啦，好乜嘅水蜜桃啦，乜嘅肚脐丁啊，乜嘅福果吼，俺嘅水果呢，其實都係動菜題嘅，凊彩買都買得到嘅，像前榴蓮3昂貴，係咩？水蜜桃咩看幾件啊？咩看幾哦，你件刚刚啊？那个是冇讲爱看嘅价值啦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听看李家吃很便宜的水果。冇，俺係講俺係水蜜桃幾好，而家凊彩買都買得到，天然嘅就係黃梨。哎，誒，我講黃梨就係有啊酸酸甜甜嘅滋味，吼，種種戀愛嘅感覺，吼。佢天然咧就係芭蕾，嘛個？係芭蕾。芭蕾，誒，我相信大家都懂好食芭蕾，家下飛片咩講嘛？眼咩烤，眼咩烤，昨天剛推啦。都係羊皮啊，什麼？香港咧就係個奇異果。奇異果，啊，挨鋪咪講奇異果，不過佢下尾要講誒猴頭果、猴頭哦，果，香桃果。因為上得動從猴嘅個頭嘛，猴頭果，咪用英講猴梨啊，哦，香梨，好，咁反正奇啊，我異果。後咧個猴頭果呢。因為我說奇異果有啲東西好懂偏離。抱一般嘅就做嚟食咧，韓國裡面做啲皮膚懂好啊，維他命 C 懂多啊，韓國人接送嘅男仔，故所以說奇異果就係我嘅好朋友。嗰個叫兩種咧，有黃色嘅牛嘅啦，我都做得，我都做得，嗯，凍河。對不。過猴頭果有啲誒不是那麼便宜的水果，嘿，有啲誒略略嘅貴。不過錯錯錯。比起水蜜桃，還係算便宜嘅果係子。附近啊，你最好嘅果子係哪3種？我最好嘅咪係哎，在開始之前，先問一下，但係寫電腦係嘛？那係用鹽水鼓手看的，細節看唔清。你係安英娜好便宜好嗎？安英娜好便宜，好咧，來我講，第一張係蜂柚芥絲瓜，哦，因為蜂柚芥絲瓜其實係來會沙沙嘅。哦，真係，它嘅。因為我熱天我都唔會食餅，可是我會食安英餅到亮亮亮芥絲瓜，我自己都當好啊，食。生肉種的小玉啊。總得。成肉係乜嘅？黃肉絲瓜。而蜂柚芥，很便宜種是係白的，哦。係，你看白的2票了，係，白的。熱量凍帶。熱量當大是，伊減配嘅時間，我從我都減配嘅時間，唔不也該穿，我是為是貴雜八的，是夠一穿，係，安樣是走的。韓國個第3名是係鳳梨，哇，鳳梨是係，我吃到佢，它就是一個風味很好的水果，韓國台灣產那個金鑽鳳梨嘛，金鑽鳳梨，還有個鳳梨甜蜜皮、個鳳梨光做在那煮茶。係真嘅，韓國鳳梨加上加下又講到嘅奇異果吼，調下還有下來打果汁水吼，懂好食，超級好吃，推薦給大家。榴蓮你做得綁個牛奶，哎，那就先不要，那就先不要。哎，都好食咧。哎，現我係現場那個地方媽媽說話，地方伯妹，你最好嘅，你老人講嚟買東西，佢腎真係強壯嘅啦吼。給老太太報告，價值富士人坦白又強聲音，我絕對要推薦他，一定要讓小孩自己去學美術課，不可以讓媽媽來教，那會告白胎。眼樣都要親切感咩？唔可能叫到笑面，啊！天就小姐啊，眼咩只公主哦？天就係馬鈴薯公咩？主。眼咩反孫公主？算啦，反孫真見到好似1年就剩100，故說哦買1箱根本唔啦，我2、3箱買。
卖。韩国咧2-3年台湾进出新的品种，像五香啊，那种凯特是以前的凯特芒果嘛，你还冻好些，那仅仅看到那五香的时间，又上去看到，那呛刚走的些，结果它就是要那种呛的模式。错，就遐安样，啊，贵上嘛，我做咧，我速度係1禮拜20貴10粒嘅。我認識我一粒2粒啊，我大伯就講，我一下去2粒啊，切一盤啊，就按樣冧定晒啊。我說吼，嗰多一天就會我清氣粉身的規則，我係無限支持愛文芒果。我一本哦。反正呢篇幅太多了，赶快。係有，其實T2名同T3名係搶名啦，就係按樣。芭蕾，老同我講，係咯，我哋喺度練嘅。芭蕾同我用嘅哦，你有強用，因為細切嘅，總天，冬天去按用。規粒都得是，跟順豐嘅小鳳果、小好，鳳包。加有講到嘅強者。哦，抹布，抹布，加有講要蓮霧，我做台灣的蓮霧，好厲害。哎呀，個平常個台灣那個黑金剛啊，嘿，個動力番呢，還有就係大家就好食的版的。芭蕾今年得到3票咧，4票，你芭蕾榴蓮我教你了，還有是個榴蓮芭蕾，榴蓮芭蕾，係我做個當甜當好食，係啊。真緊吼，因為你看到，今天看到那種果子做，你嘛做得變成一個小的市場調啦，市場挑戰這個，你看，咱台灣對水乳面看，像加就算了啦，還有蓮霧啊，還有這台灣係動態出來果子，個加講到是中意嘅果子，睇下中意嘅果子又來到韓國，孫行人看到你食了這個果子過後，佢都反應係乜嘅？等下將來繼續嚟睇這個來分享了。最鬧嘅就係雞片，馬介，就係雞片，馬介，就係榴蓮。你講馬介，跟榴蓮我跟明星都牙齒好嘞，眼加好嘛？要打去練武士那打。你做下有快講牙齒冇？跟牙齒服務點炒，跟咪都知道榴蓮用。唔係啦，哪有強用？真係佢用中一批跟隨時不崩嘅東西，我都係收。哦，不要亂侮辱榴蓮啦。今天唔了解呢。好嘞，你我對此生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上一段節目主要是問大家講，你好中意嘅係哪3種嘅果子？唔過你下假是本土唔中意嘅，係講比如講硬面頭上嘅切到嘅麥頭果嘅嗰種果子有冇理解？一開始講。姜椒都牙線管到超長乜嘅，抹布強用，作布，即係作布，你係食過作布係嗎？係，咦，吃到哦，唔係啦，對下，我跟老太講，伊下做乜個愛吃到姜椒像作布強用好咧，因為愛吃到遐姜椒哦，全部鹽強下，就會一無性格嘅水果唔啲喎。等下，果子係要乜嘅線嘅？榴蓮會不甜係嗎？嘅酸啊會不甜。沒有給它獨立性啊，從某一獨立性愛匹配調味。韓國人愛做姜椒，有圓嘅，食起來就有一些怪怪嘅。韓國嘅每一杯哦，有一點斑點，有陣時又全部苦一隻無體氣。韓國嘅光呢，有幾點光？嘅啦，幾點光呢？你不要等到全黑好不好？講到重點了，幾點光呢？太搞笑，按樣名起，真勁懂球。沒有人會去那摸那邊。我就是會嘛。所以你真係啱去變嘅片哦，韓國咁真係有人會設嘅廣告講。無人會識講，唔講係技巧會出吹明星，係冇綜藝秀錯咧。不過老太太講，其實姜椒嘅當可係好處，即係講假設你喺愛去潤通，冇法度食很多東西，是板條嘅姜椒是做得補充你動態體力，嚇個假使你會矯健啊，腳架會矯健，可能有啲人係缺乏鉀離子嘅。姜椒是當豐富嘅鉀離子做得補充本體脂肪。對啊，對腸胃咪當好啊。不過假使藥唔好嘅人，真的不能多吃。那個腎臟不好的人，真的不能多吃。不過小鳳，你最鬧嘅果子湯公是我們今天的。最鬧嘅就係雞片，馬介，就係雞片，馬介，就係榴蓮。你講馬介，就榴蓮，我跟明星都牙齒眼加好嘛？要打去練武士打。你做下有快講牙齒冇？跟牙齒服務點炒，跟咪都知道榴蓮叫。唔係啦，哪
有强用。真人去用装一批，佮随时要崩的东西，我都来说。不要乱侮辱榴莲你啦。真嘅唔了解呢。好嘞，你枉对此生。哎，你好，今天的节目走的分种哈，榴莲爱好联盟跟榴莲我要你死榴莲联盟。联盟，喺度 OK。哦，你喺中間聯盟。難怪今日我表演才表。嘿啦，難怪啊，叫人喺打司機嘅。係啊。跟榴蓮拿去微波爐打過，跟米頭像4 Q 咁嘅樣。你講啊講二八，不過講真嘅，家有好嘅果子，咧唔好嘅果子嘛。你吃到阿姊，你吃到你好榴蓮，係因為我看你嘅樣向係冇。其實我知道我要按好榴蓮，係因為我嘅阿公，阿公含菜嘅時節，佢咩青好是榴蓮含有水蜜糖。我問一下，你當年去瓜子嘅時候有買榴蓮俾阿公食嗎？冇，我都你不買，好因為榴蓮挺貴咧。拜託阿公叫買按都本身的，按便宜瓜子是買一粒俾阿公食，你就唔甘你買本給選，你長個昨天那乞丐學的。後來望人就會買啦，阿公，因為嗰時我阿公含菜嘅時，佢真人家上就買榴蓮還有水蜜桃本愛食，我從亞下不卡度，唔定要買現點喎，我爸爸都渣冇談到講，哦，我很想去食榴蓮，完全都冇談到，我就感覺講啲榴蓮當貴啊，我去夾買來食，真人非常，嗰種。我真係當想念榴蓮。你就忙嘢時老爸爸講，你去老阿公瓜子的時節，都得買一下榴蓮。我覺得老人講，做阿公嘅老做爸爸嘅完全冇強用。像我爸爸家常就談到我嘅愛神細細講，阿公，我想嘅是哈密瓜。大禮拜都有哈密瓜、西瓜，我就講啊，爸爸，我很想念榴蓮哈。哈密瓜在這邊哦。真嘅對賣啦，對筍真嘅冇強啦。真嘅。冇按好食榴蓮嘅回去，你對榴蓮嘅態度係乜嘅？俺其實東起過這隻東西，佢皮皮都本身是係，就是氣味不好啊，臭嗎？係啊。佢皮皮都是蟲。俺是上最重要的，用你老按手改東西放進嘴巴。還有一隻是佢的共通嘅說法是，好榴蓮啊，因佢都會講，不用變像變冷當或是像冰淇淋嘛嘅。係啊，這就去買冰淇淋就好了呀。係啊，你乞丐就試過嗎？我試過，你看我那人，它的味道已經先到我的鼻子，然後放嘴巴，飆到嘴巴堵就哦。餓了。你好好吃過嗎？你要給他一次機會，我給他10次機會了，結果愛上了，對不對？結果我更討厭他了。小鳳，他講榴蓮還台灣人利用公婆之間還有榴蓮嘅神奇嘅事。因為剛剛講係咩受到基因有關係啦，跟王太太家父卡嘅基因哈，咩當好榴蓮呢？我有一擺哈。因為你用公婆向下帶，這裡來個買水果，我想到對方張臭啊！我一般我一開門我就批到個煙，我就條一絲絲出來，問佢講做行也是有關冇？有關，佢就榴蓮，啪咁樣就這樣。佢漢白假設愛黃色鳳毛菜嘅時節，買10隻榴蓮冰雞片。好，冰雞片。這件當然人，我這邊是下晝2點開門哦，我到按部條做伊個米線行出。你就發起來啊。唔過講真嘅嚟講，接送按兩下吼，果子按豐富、按澎湃時節，不容易想講，你條果子做嚟拿來醃菜，做嚟做料理。唔過，問太太講，唔就真正敢做嚟接受來用果子來做料理嘅理解。做嚟接受呀果子做料理，就係呀有呀酸的糯飯、芒果糯米嘿。因為頭擺我想講，奇怪，甜的老鹹的做乜做無可能一樣係鹹嘅夾強下啊！唔過呢，其實我幾時去到泰國嘅時節，第一擺食到呀酸的糯飯，哦，真係當好食嘅，就打破我的想象，就吃到哦呀酸的吼，用到呀糯飯底部度吼，真係絕配。嗰種我未懂下一樣嘅料理。佢無法度接受嘅果子。無法度接受，雖然家下有講到天命出鳳梨嘛吼，唔過我就都冇辦法接受鳳梨變做小小嘅，比方講鳳梨乜嘅下鹽啊，乜嘅鳳梨嘅披薩啊，做唔得，鳳梨就會水果就好咧，做乜嘅小小嘅都當奇怪，錯。佢有人老唔強用，佢鳳梨做唔得做料理。愛，你係愛。哇！你兩隻生意上大。因為今日我表演只表演就因為按用戲，我打過戲嘅，真係會打過戲。其實我平常時真係冇乜好食鳳梨，唔講唔點樣把戲，我感覺鳳梨醃菜真係哦。
非常的好食，你嘛，就是cái本地嘅主菜啊，應該係鹹鹹嘅，不過有鳳梨過後，就變成有啲酸酸甜甜，就當好食。嗰種咪就清好食嘛，cái夏威夷披薩，再個就係苦瓜鳳梨雞湯，係乜家有鳳梨嘅醃菜嘅東西，我都清好食。唔係鳳梨嗱，佢上到就頭客家料理最經典嘅菜，係冇錯，鳳梨炒木米，炒木米，好食。係啊，你唔好食咯，冇乜嘅好食。嘅唔係客人。嘅後背嘅唔係客人，因為你們唔好食鳳梨炒木米。唔講係同呢家就冇隔板哦。係咩？你見唔見呢個空下嘅嘛？因為鳳梨就係水果果子，用嚟做定醃菜咯。嗰種我冇辦法接受嘛，夏威夷披薩。意大利人，意大利人冇法度接受。冇辦法接受，乜個鳳梨蝦條。係鳳梨蝦冇辦法，你行鳳梨蝦條硬要留嘅。掏出來，即純鳳梨甜甜。不過嘅鳳梨苦瓜雞湯都好食啦。哎，跟我做嚟接受，因為我就生米就好誒。誒，唔會直接去食到嘅鳳梨。哎呀，唔會，你變軟軟。鳳梨炒飯咩當好食，係都特別選嘅鳳梨來食，嘅飯人都唔會食。冇辦法，係因為講係帆船公主哦。嘅帆船教師講哦，攞佢變做料理係咪做唔嚟？乜個沙拉做唔得？雪餅咧，雪餅做咧。雪餅係咪做唔嚟？佢就係大槍身啊！佢大槍鬼盤就食咗，唔可以有其他冇必要嘅東西。那片咩要冰嘅冰嘅咧？佢有種特別嘅。拜拜。嘅背景通咧，記到沙呢兩兩沙講嘅咧，果子醃菜，你知道對你心目當中哪種果子最好來醃菜來做料理？最好醃菜最百搭嘅是係토마토。等一下。我等一下，我先查票一下。你認為토마토係果子嘅強卡數？我看啊，大粒也係細粒嘅。都牛番茄、牛tomato就係蔬菜，我睇細tomato就係水子。哦，果子。咁你講嘅係哪一種？我講嘅係太粒嘅。該是本單是菜啊？冇啊，我知道今日係水果啊，因為知道係水果。因為南部是有一種食tomato嘅方法，是係雲頭油啊。係啊，今日做水果食啊。係啊，我知道是係tomato係醃菜，我知道是很厲害的一種蔬菜水果，呀，好嗎？係，我咩做토마토同厲害，因為토마토吼唔單止都在炒肉嘛，還有牛肉麵，係冇肉醬麵，煮湯煮麵。但其實토마토落去，人嘅湯頭就冇用。真嘅基本真嘅唔是需要表嘅，就兩樣啥，中央腦榴蓮，中央中醫tomato，跟住他腦嘅嗰種醃菜嘅果子係乜嘅？哦，我最鬧嘅係，人家就糖果嘅，人家三觀磨合㗎，我食嘅口感嘅。哦，配感嘅有。配感嘅嘅感嘅做人哋食就好，人家去配個好滷鹽，有得人滷鹽，有得人滷糖啊。其實當奇怪啊，嘅少少嘅感嘅，有食過少少嘅感嘅冇？有。家啲餅鋪頭街有。還有一隻東西，有得人係食便利嘅，喺新加坡卡做就係餅糖去煮嘅水梨。係餅糖煮水梨，其實嘅水，嘅米做得，唔過嘅水梨本身咧嘅口感有冇？冇應該係食嘅水梨吧？係冇嘢食，係啊，係。假如係做餅糖水梨嘅水梨冇食，係食嘅溜出來嘅米咯。冇食嘅溜出來嘅米，好冇？有人大聲到，其實咯。因為嘅煮過以後嘅水梨就軟軟，煮落榴蓮咁樣唔掂喎。哦，平陽嘅餅糖水梨，所以種頭擺人嘅落注重、落注鹹，咪知道講，呢種東西做得應該係講當初嘅時間，講起價有問題嘅時間，你做得食咧餅糖水梨。點解真係冇顏色啦？真係冇顏色，就係食嘅留下來嘅米，嘅冇錯嘅人就做得食嘅水梨，冇要緊嗬。咁個頭先講嚟按到果子嘅故事，嗬，咪問人哋觀眾朋友，你好哪種果子？韓國頭擺有人流行用果子來減皮，咁真正有效嘅，等下再嚟繼續留大家聽下來討論咯。來當紅嘅係鋼皮牛嘅，係就係鋼皮小公主，乜嘅風飯我都有吃過嘅，之前非常時係就係乜嘅肉，唔係啦，呢個唔係果子好冇？
欢迎大家到转来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，假如问过大家好果子，还有唔好的果子嘛？不过你用如讲一直以来都有，一路以来都有人讲，减肥的时候想要食果子，不过真健减有效，减肥熬人将白欠先生，我老太太讲。减肥的时节食果子係有效，還係顛倒本自己的體重很難重。來，問我是錯咧。怎麼解我有聽過譬如講吼，減肥嘅時節我食果子咧，我打一下吼，硬咧，個果子底部都全係湯咧，個碳水化合物最高嘅是果子咧。我真緊假使你想要用果子來減肥，還係有隻方法啦，我鮮一下，鮮個湯粉下少嘅，譬如講芭樂。也係講토마토唔過芭樂總得幾粒雪落去哦，咁底部都係白色嘅瓏哦，瓏，愛滑鐵，含有嘅토마토咪要寬哦，토마토梗係唔係要講要大粒，也係細粒嘅，大粒嘅牛番茄哦，就係最做得減肥嘅。cái xê lia cái種那種剩女啊，哎呦，cái湯粉沒凍夠哦，所以總得青菜學的哦。我自以為吃水果減肥，真嘅，因為當太太講吼，果子其實凍到嘅果子熱量凍夠，尤其係咧兩沙最好嘅榴蓮，還有佛果，但係講到咧黃梨啊、蒜啊，全係湯粉凍夠嘅果子，你可能食熱量，嗰種榴蓮嘅熱量。你一天的熱量就沒了，你就已經達到了，難怪你要下邊安用。挨干你，跟你講了，你就知道，唔加講昂嘛啲料片，昂嘛推背。因為我最近吃到哦是果子哈，做啲減肥啲嘛，因為跟住家屬看到哦是芭樂做得啦，是tomato做得啦，我就想講哦全部嘅水果都做得。嗰時候調擺嘅時間，我就為到減肥吼，我就搭批水果叫下來食。冇想到呢，最近同類凍果，就皮咧凍唔啲嘛，韓國買之後係啲番茄是水果嘅花，嘅胃口也會很大開，讓你想要吃更多的東西。顛倒，因為上講係減肥食果子好咧，結果一食果子，哎呦，你下味道太快吼，都唔會食感覺，哦，好好吃，每個都好吃。果子顛倒係我最冇講落去食嘅。不過講到真正想係好食得好少嘅人，想係食果子類減肥嘅人，減真正冇效咧回去。我自家吃果子有18日這樣做的，因為8日佢係含糖量動大，韓國因為佢係 DGI 嘅水果，韓佢有動有飽足感，所以我記得18日是最不會踩到地雷。就是要改時節，其實你要讓那個升糖指數冇紅起來同降，你就係吃 DGI 的東西。從頭先講嘅榴蓮、蒜呢，真是都太甜，還有黃梨咪係，西瓜其實咪係。冇錯，剛才講到 DGI 咧，GI 就係升糖指數，因為係 glycemic index，要講什麼？你一窮人嚟眼上，因為食唔係，哇！你係咪仲有再講？呢樣 DGI 咧升糖指數好低嘅果子係乜嘅意思？你食過後，呢湯粉啊，同嘅血度嘅血統嘅半個嘅速度會好慢，係比一般嘅果子半個嘅速度好慢。即係話故所你食呢一個果子吼，對你嘅身體嘅負擔會下瀉到啊。不過咧，韓國頭擺吼，有人想去食果子嘅減肥，結果直接變紅菜絲咧粉時踢。都啱重，冇唔錯，我當紅嘅係鋼皮牛嘅，我就係鋼皮小公主。乜嘅風法我都有吃過咧，之前非常時係就係乜嘅，唔係啦，點唔係果子好咯？其實啊，唔係就係姜椒鋼皮法，有時就人講你一串就是一夾姜椒就好咧，姜是我想好，我就吃可能，我這你就一串是一夾姜椒，結果買轉播卡嘅時間，我就坐喺插邊嘛。我就感覺哦，之後有啲粉嘅，哎，我粉體以前夾夾大天媽，本來爸爸說，爸爸我粉體你夾夾來食，跟住我爸就試啲，我都過來就講，我就啲我爸爸我都話後背，因為我真係冇啲咧，我除咗插邊陣嘅出口嗰片，我就真係去炒啲嗰片，我爸就哎呦爸買，以為林黛玉啊，我就炒啲後背，貴生就冇啲哎呦。
帮啲爱爸爸嘅协会，嘿，古早真人总得按用减配啦，嘿。你看我係食嘅，因為但打槍食香蕉甜點打探食嘛，冇食其他嘅東西。其實佢嘅方法唔錯，其實香蕉又好啊，因為香蕉減皮機一條一條，帶出門要當封片，係嘛？創藝老記嘅唔錯係。點都過來啦，咩有人嚟講，我減皮做得出香蕉啊，那種好啊，叫我嗌山川 Q 用色200片，唔係100片檔，然後嗌咩 Q 用色一條香蕉。冇，佢唔係是一夾香蕉，佢係一串香蕉。幾套嘅香蕉都食。其實人家講嘅意思是講咩哈？你食香蕉來增加你的飽足感，但食較少條啊，結果嗌唔起啊，嗌起。你要夾一條東西。係嗌夾。番香腰，個假嘅夾香蕉啦，錯啦。誒，阿爺咪特別要試過用果子來減肥。我有一段時間就食行嘅減食減食，我就搶食蔬果汁哦，然後批嘅果汁啊，果汁無限制，凊彩都做得。不過我體重嘅數目是啊，咩輕度就減2公斤，聽，一同我米傳少食一點東西就冇乜正常。因為你嘅肚，冇我大搶食果汁配蔬果汁。冇因為肚嘅卡路里會肚較大嘅水果，按用裝都係食空氣，又食到歡喜，錯冇啊？嘿冇錯，我還有試過就1年有一傳我就食嘅水果優格。哎呦，我就用，不過佢後講咩冇，一下本來。減5公斤，水果優格，地位都嘅同係凍高嘅點咯。優格聽錯我讀一下，希臘優格冇通嘅。因為嗰時我嘅用是效果咩冇以後啊，嗰時我看個數目師就按樣，我點都行較甜，那有唔搶唔講嘛，食甜咩乜心情好冇？我人生也甜，我還要保持啊，跟你就損了賠了夫人又折兵吼，要按水吼，要想愛食果子，結果你下就啲食果子愛減肥，天方夜譚，冇可能嘅事情吼。係，嘅一條大視片出來可能較夾吼，嘅肥輕呢愛糖講肥輕吼，食果子嘅時節又當到冇強人，睇這個食果子又當到冇強人嘅撇，又硬係真硬係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該肥輕你吃葡萄會皮咧葡萄皮嗎？唔會啊，我係連皮連尿，連酸咧，吞下去。葡萄因咪強量食落去，係，全部啊，悄吞落去。嗰個是西瓜，我咪唔會配籽啊。你睇吞落去啊！我寫書之前我媽媽講，嗰籽肉聽說會配睇到，冇係地皮瓜樹，做乜嘅？跟當學啊，跟西瓜當嘢，都是地都太甜咧。你韓國吼過2年，當做咧開心農場哦。就過2年吼，媽媽想講，做咧食西瓜冇？把囝都是打開來。只要西瓜就得是，嗰個是咁嘅當輩要嘅拍拍嘅絲，啱咪係吞下去。贊成。是啊，不過真嘅，因為那種葡萄，其實它是沒有什麼那個膳食纖維的。它就是純粹的糖分。那古時候在加你講的那種葡萄那種東西，其實含有西瓜，他們就是會少些。不過食嚟世界會當甜的果子嘛，嘅理解。係，我哋老飛健強用，因為所有嘅乜嘅葡萄啊、柑咩啊，所有嘅鹽嘅水果子，我全部都會實體。榴蓮哦，係榴蓮。榴蓮啊，稍微你皮屑，你老愛講。冷你啦嗬。你個煙哦，你該地位都跟煙嘅咪食睇到。細嘅我就會實體去啦，嗬。唔過我較奇怪就係個我嘅臉部嘅食物嗬。我咪會實體去，因為撈去切體去。我唔知，因為台灣我知道，因為細細嘅 Q 感當好食，不過睇以後當底下講，哦，原來亞美係當歐洲嘅素材，係出咗個。唔講嘅師傅應該係呢條嘅部分。係呢條嘅部分。跟到呢條，唔係加係加條，唔係梅呢。係啊，唔認錯了。加嘅呢條係條那部分。哦。尾巴是後面那個醬嘅部分。哦。所以呢條係。哦好，所以因為還有其他人有其他愛寵愛，我自己呢吃葡萄的時候，會以前小時候聽說到葡萄皮配聽，因為愛當講嘅酸酸澀澀梅頭。唔過你下所以講，等下來問太子講，太子你下眼未食果子，唔過太子啊會吐果子麼？曉得到市場行家講，去到腦背，賣果子嘅時節，到底咧果子樣板先吐，將會難度提累。等下將來老師強讓來分享了。
而家香港冇去超級市場買嘛，係冇？嗰種外面加上要去菜市場買，唔過外冇像佢按用不要臉，跟老頭家講，哦，給我試吃，給我試吃，我真冇按用去，我都直接老頭家講，直接拿。叫人都調中的啦。係係咪？我就老頭家講，頭家，你做啲天書來偷嘅啲，較甜嘅，較好食嘅係冇？頭家就講冇問題，我偷嘅一定都好食，我就講，你做太偏我。歡迎大家到來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剛有問過大家按到是果子嘅毛 Q 嗰片，是葡萄不吐葡萄皮嘅回饋呢？唔過咧阿燕妹，你食果子嘅時候有哪條這個特殊嘅片？我完全贊成回傾2老李家佢一條吼嘅甘味啦，還有嘅西瓜啦，西瓜嘅。鹽冇批的，完全贊成。還有嘅葡萄，咩係眼瓜皮色，啊全部都吞落去。連用瓜皮種色。啊種色，唔過我同佢哋講嘅冇講，因為我係難食。係難食嘅關係。記得喺味道狂甜，味道營養。我完全難食，還有一隻貼片咧，又同北京冇講用。我係時會當去夜市同佢調價買果子嘅調價哦，講唔記百里鹽啊。本來好冇，早前因為佢鹽係冇賣嘅咩，幾多鹽發係啦？幾多熱聽？你當場嗰時時從門嘅調價說那個雞頭跟雞屁股做呢啲不一樣。擺同本來好冇，叫做哦好啊，叫做櫃台拿本來。哎呦，你唔爽係呢啲係幾多人呢？唔過唔食按到白的鹽，唔過白的鹽食強多的是因為餓死唔食咯，餓硬死咯，硬死呢？唔怪係帶陣去我準看天是準做老大你老白的鹽準咗老大，不然按去食。哦，難怪現在腸胃這麼差。東西呢？佢就動烤啊！都奇怪，佢看到隔壁嘅北面，真見當奇怪嘅片，佢小紅白，唔知搞不有乜嘅片哦，食果子嘅時間。好，係我食西瓜吼，已經我食到嘅切到三角形嘅嗰種，當個沙沙，係，嗰幾片嚟家我看到佢有切過，嗰是因為嘅糖分啊，變成嘅關於講嘅脆沙囊。脆沙囊，它就專業名詞哦。係，個專業名詞，按呢西瓜最好食，一定係紅肉嘅西瓜，黃肉嘅冇按呢感覺。哦，真勁哦！我好像沒有很想要知道。不過真勁啦，不過你係食嘅紅肉嘅西瓜是切對，因為食嘅黃肉嘅是隻小玉西瓜，你就唔會食到那種沙沙嘅感覺。切對，尤其係嗰種太黏嘅。當場嘅冬瓜嘅西瓜就係最好食，又沙沙嘅好食嘅西瓜。不過講真嘅，大家食按到嘅果子過後，唔曉得用半心來托果子咯，阿志怡。其實像係按好食水果，唔過我真係唔曉得按用買去偷嘅啲水果。我食就好咩？因為我他們就看佢有上來講嘛嘛，佢強調就看有啲是較強嘅，還是較熟嘅。我前頭人就會講個習慣嘅偷嘅話，會撲撲啊，會糖嘅嘅上，我大擺糖幾日咧，你睇唔出來。誒，聽講係啊，從挨巴就講，因為撲一下，糖香要雜卜嘅上，唔係棒棒嘅種嘅，上做得我，誒，叻。誒，槍係強用啊，哪有差？我就唔知佢標準啲那人點喎，大擺就撲，全部唔知啊。憑感覺。喺啲條 case 上嘅方案就會看講，誒，要搓什麼，上來要夾麼，按用來托啊。誒，咁個當到超市，啲後輩介生嘅，絕對唔會去超級市場來買果子。真勁啊！因為超市嘅地位都賣嘅果子吼，又貴，你又唔法度做啲第一好食唔好食，因為水餃嘅冇黐食啊。所以哦，假使你想話買個果子，等一下，你到市場上去有吃色就錯嘅。有哦，假使佢冇擺出來哦，我一定會說挑價，拜託你切一點半來食。對嚇，我係問講睇，因為而家香港冇去超級市場買嘛，係冇，嗰種外面加上要去菜市場買，唔過外冇像佢按用不要臉，跟老頭家講，哦，給我試吃，給我試吃，我真冇按用去，我都直接老頭家講。直接拿。叫人都調中嘅啦。係咪？我就老頭家講，頭家你做啲天書來偷嘅啲，較甜嘅，較好食嘅係冇，頭家就講冇問題，我偷嘅一定都好食，我就講。你做太偏，我太可怕。我就講，那冇甜冇好食啊，
因为附近呢跳干啲冇跳，我不仅俺都可以懂好事，因为那还给偷给冇好事，佢就会自打嘴巴啲冇。不全咩按样讲嘿，正經唔係安樣講哦，我老大家講，因為人營銷該啲到市場吼，賣東西嘅銀賣東西嘅調價，佢講吼，大擺假使要銀下問佢安樣嘅問題哦，佢會頭家賠上賣嘅東西，因為賣唔出去，賣唔出去，賣唔出去哦，他就哦，笨蛋來了，全部那邊他爽一片鳥。我第一天係因為我上來，他等一下佢上來他借，我說條價就不去見緊冇關你係。去到面前，你還看唔到咧。莫那个，哎，妈媽，你有自家有試到，自家做媽媽個係後尾托果子麼？我嘅經驗是係講好巨型嘅，韓國係好大型嘅水果，韓國愛黐嘅。哦，比如講西瓜，冇是黃梨，該是一定愛簽頭價，佢係簽熟時嘅好頭價。嗯，係啊所以你就老你最後搞一個會賣水果嘅好頭家做朋友，係唔嘛？錯，係真神為兒而講嘅。唔天做嘅拖一隻唔新的個嘅條架同拖，冇佢練唔一樣啊。古時我接上講啊，我講我動只拜牙，古時我搭把拜牙就是只要老伯公拜託你拜本藝熟悉一下，誒，做好嘅賣果子嘅頭家，好我冇？拖去搞啲果子，我拖唔喜歡嘅條架又唔係啊。我老你講，你鹹白魚果子淡頭前吼，你有那點性教你哦。伯公係你一挑麼？係你一揸係麼？就跌性教，性教你就做得賣。古時就等於講我去講冇乜個拖水果嘅秘訣啦。啊，我就聽講木瓜啦、香蕉啊，就拖嘅較黃嘅，即係變較舊條嘅。韓國很正經一隻條架，九眼用嚟拖西瓜。結果我看低條。哦，跟呢條嗰啲。呢條就係橙色咧，唔可以拖嘅枯黃的。我看佢皺皺啊，啊皺皺就唔可以拖你就不用聽叫嘅。係，古時嗰種就唔可以甜，因為喺牙真有學到嘅。嗯，真緊。跟小鳳伯同會托果子嘅樣嘅，一面都是上到矮黑果子王嘅款樣。其實個西瓜剛剛講到，西瓜你要說給它水分嘛，西瓜就拖較重嘅啊。糖嘅上吼，最主要咩講？人家講話要扎實，個扎實意思就講個水啊，然後拖個椰子嘅土裡係咁樣嘅，係啊，個椰子嘅糖到水上，就表示講地方較空嘛。地位都胖胖。係，個火龍果咩係話拖較重嘅，係較胖嘅。啲假使香蕉木瓜咧都要用慢拖。跟木瓜，睇下唔啲木瓜要分公嘅老麻，係公嘅吼佢較粗較重，麻嘅加搖嘅較肥較大。拖麻嘅較好食。哦，同媽較好食，媽嘅較好食。係。哦，你咁真嘅，唔過我嘅木瓜俾我眼條正，我就唔知你係講嘅嘛，也是雌雄同體。冇。穿身材。嘅木瓜嘅腰圍啊，嘅腰嘅地方，我較胖。講起小，唔可以挑小蠻腰嗰種。對，小蠻腰嘅就講嘅。挑一個像胡思遠那種嘅就。那係小蠻腰，唔可以拖矮，拜託。拖矮，都係有個木瓜買進來吼。做唔得先病，因為佢病到病上以後，佢就唔會成熟。佢就唔會縮水嘅。係，而且病到已經差唔多在熟咧，然後佢會出嘅透明嘅膠黏黏的，唔可以破壞佢，你係用紙張病到病上。係，像奇異果病到病上，佢咪速度慢。僅僅係果子拗硬呢，這個時候我就要叫你小鳳哥，我再也不叫你小鳳伯了，就是這1分鐘以內而已。好，不過講到僅僅啊，嘅你講，你懂我托果子冇？就要講。佢阿威拖矮之後，矮很弱一啲嘛，矮差會拖嘅芭蕾甜啊，就有糖癮講吼，一芭蕾啊，做唔得拖嘅比較光滑的，我拖嘅這個月球表面，係月球表面嘅嗰種越來越好食，係月球表面，不要，就是要粗糙一點嘅，粗糙一粒嗰種嘅，嘅牙誒，你頭白。我到台灣東南食到牙，佢從家阿小鳳講家托牙落托嘅時怪動槍誒，唔過你下新聞睇下講，你下台灣有青島果子嘅加工品，你都要按好食果子。唔過看到呢種人工加工品過後，敢會繼續來食，白天會食人工嘅加工品嘅果子麼？
唔會像按演講嘅朋友吼，平常唔會想埋個假公平啦。你主持動演講愛啲啦，冇，你一下冇咧。因為吼個假公平哦，假使我看個地位都係演講嘅身份，你唔啲啊，你學到埋東西哦，可能係化學嘅東西完全唔啲哦。韓國嘅地位都嘅湯粉哦，可能係好高。所以要吃原形食，我們係軟性哦，係黏性哦。笨蛋嘅用係上，笨蛋嘅。笨蛋嘅用嘅，嘅自然感會食嘅加工食品。愛情好食，哎呀，難怪上到安用去。愛情好食，草莓是破壞任何嘅加工品。草莓雞卵糕。草莓餅誒，草莓泡芙，牛奶，全部草莓任何嘅加工品都好食。愛咩青好食水果嘅乾條，比如講水蜜桃乾條。你家是喜歡吃果子罐頭，給你放眼過後愛送一箱給你。真嘅。你睇嚟講，有水蜜桃乾條、鳳毛丹乾條，還有鳳梨乾條。美愛。我媽媽以前都會用一個乾條啊做冰沙本來食，真係當好食。泰國外愛咩請推薦喺家食。東京banana，不好意思，我們不接受業配，謝謝安妮嘎。抽掉來，給東媽爸爸吧，就愛用這個非常地位都是張後生。好，我們不接受業配，你家唔知㗎，後生加工品，加之前本通來種。係說過關當好食啦，嘿，一過關係真係係洗澡來，無論起碼嘅水果都當好食100分。即係講人哋出嚟都當好食嘅優格，水果嘅優格咩當好食，從無當真。冇上關好食超好，韓國人咩天朝愛加一些個呢條嘅水果啊，呢條嘅脆片啊，哇，這個真係係下豬茶嘅絕配。真嘅。講到今天講到安度吼，最美吼，安到後面那個吼北美，講到果子撈去洗澡咧，原味果乾，因為係信徒之一。愛青後嘅芭蕾啊，反酸啊，變做果乾愛青後，還有芭蕾延伸咧，會噴足食到嘅芭蕾汁啊，芭蕾綠茶，還有嘅搖搖飲料，芭蕾梅嘅汁啦，我土毛都當愛，還有睇緊冇講到檸檬，但是講有檸檬塔。檸檬 cake， 牛棍頭塔，好好食。正經吼，我今日睇下切講到安度，其實安尼食果子係味道控制，因為果子當中有很多的膳食纖維，還有當多的維生素，是我們平常是食其他的東西食唔到的東西，像食到咧都安度維他命啊。不過體上所有觀眾朋友，叫做湯粉凍過的果子，比較講像係榴蓮、佛果呢種湯粉凍過的果子，建議地度千萬唔好食太多，莫你係變做翁小鳳安樣見啊！記得下禮拜更加時間，我哋繼續來收看，安尼個後生海上公，有拍拍打錯，上來聊聊，拜拜。愛是誒，冇英雄好係嘛？應該係。